小心孩子蹦掉了。快坐下。还原来，我真的还原了，这2道杠不是我画上去的，是真的测出来的。行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上面有你的尿。你们太厉害了，一击命中啊！我就知道我可以，我就知道我可以。他怎么不高兴啊？我是突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，Party 女王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孕妇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开一个小 party 庆祝一下。来个杯。冬眠，我一定要跟你喝一杯。我特别羡慕你，羡慕你的有主见，羡慕你的自信。我干了，干了！谢谢可风。可风，其实你现在也已经很牛了，你把杨大为一个人扔在家里，自己出来鬼混啊！我们大家赶紧为可风鼓掌。冬眠姐，以后我就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了，就是无时无刻的照顾你这个孕妇。谢谢冰冰。棉姐，我觉得我应该敬你一个，谢你提前有机会让我学会照顾孕妇。乖。哦，对了，可风，我怀孕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告诉齐明峰啊！当然 ，It's our secret 。We are secret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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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我什么呀？这我没听说抑郁症还要传染的呀。我就担心，冬眠那孩子生下来没有爸爸该怎么办？那我觉得冬眠挺开心的呀。啊，我觉得他不管爱情的方式和结果到底是什么，只要是开心快乐，只要是幸福，我觉得就够了。有什么不开心，有什么话，就跟我说。你不怕我把你给传染抑郁了？那我就陪着你一块儿抑郁。怎么成俩病人了？俩病人能怎么着啊？啊？今天可是为了庆祝我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还别扫兴啊！听见没？别扫兴。唉，看来我很快就要当大姨妈了。大姨妈有什么牛的？还有二姨妈呢！衰落的情景快要出现了。妈妈，停！你这句妈妈喊的那个感觉都不对。这句妈妈一定要喊的既有深情，又带着指责。看我，妈妈。哎。能不能认真点？行，停，该我了啊！那个不朽的物质力量之父撒旦，生怕你们重新获得生命，立刻就对你们就像对顽石和流水一样，不断的进行着原子的碘化，于是你们就永无休止的在变形。整个宇宙里，除了精神，没有一样是固定的、不变的。雷闪闪同学，你在这鬼哭狼嚎的，你搞得我一点肉感觉都没了。
这部话剧叫《海鸥》，我要给你配点声效。闭嘴！叫简直就像是人叫床似的，我给你嘴夹起来。我靠，这也太激烈了吧！群批呀，这也太超前了吧！你干什么呢？美术系823宿舍多次大声喧哗，严重影响其他同学休息，现给予警告处。可芳，哎，齐总，你找我啊？我正找你呢。你最近有看见冬眠了吗？没有。冬眠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短信，我很担心的。可能是不是他太忙了，所以他就没时间那个。这些都是客观原因，连回个短信的时间都没有吗？那他就没顾上了。我真的很担心他。如果你看到他，让他给我回个信。行。不行，如果你看见他，你告诉他我在找他。行。戚总，你这么担心冬眠是因为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说呢？既然你是冬眠的闺蜜，那我就直说好了。我和她发生关系的时候呢，没有带安全措施。我担心的是怀孕了。不会，我觉得不会怀孕的，绝对不会怀孕的。可风，虽然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要是我的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你没说漏嘴吧？